今天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神学生美惠姐来和我们分享啊。好，那美惠姐她7月份在我们教会是全时间的实习，8月份她是6日的实习。好，但是呢，她也是我们教会很少请神学生哦。好，但是请来的这个神学生啊，都非常的认真哦。好，而且呢，也对教会非常的投入哦。好，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好，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周报里面的奉献哦，好，那美惠姐她也把她在教会的这些实习金全部都奉献出来。上一个来的神学生他也这么做，好，是不是来到迦南教会这么大的感动？我是不晓得，好，但是我们已经在好几个月前就邀请了他，好，来主持我们今天晚上的周日礼拜的信息分享，他也用了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好不好？让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好范美惠同学。好，谢谢各位哈，谢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对不起，我现在声音有点哑，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唱得超感动的，是不是因为牧师在我旁边的关系啊？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先来祷告一下。好，我们先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今天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今天真是帮助我们。主，在今天所传讲的讯息当中，主，我们相信你要触摸每一个孩子的心灵。主，每一个在这里的人，今天空空的来，主，他们要满满的回去。主耶稣，你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主，我们在这里宣告，主，你今天已经得着他们。主耶稣也帮助他们，主，从这样走出去的时候，主可以带更多的人回来。主耶稣，我们相信，主，你的国度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来撒种。主，我们谢谢你，也借由今天晚上主借的这样信息的撒种，主，他们真的是让你自己的国度再一次的壮大。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哈。其实5月份的时候我就拿到这个题目了哈。那我没有特别想要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全力以赴、专心等候神哈。在这个经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节哈。好，下一章哈，麻烦一下。好，这个经节呢是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5节。所以我今天很需要各位帮忙，因为我觉得我对那边还不是那么适应啦哈。所以可以的话，请各位为我念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好，接下来下一页哈，就是除非我说停。好，我现在想请各位哈想一想这样子哈，就是有一次我到了一个青少年团契，我去做了一个分享，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以下的3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张。好，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个团契里面呢，总共有22个人。22个人，里面有国中、有高中、有大学、有出社会的人。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相信主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我今天不要你们举手，我只是要你们自己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你相信主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吗？哇，你知道吗？他们给我的回应是什么？22个人，有5个人举手。22个人有5个人举手，哎，哇！好，我说下一个问题，我又问了他们第2个问题。我说：你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吗？哇！其实他们给我答案，我每一次都是震撼。这一次多了2个人，他说他相信。哎，奇怪，前面第1个不相信，第2个他相信他复活。好，那我还有很多的疑问，我就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请问一下各位目前在座的是22个人，那我请问一下，那你觉得你是基督徒吗？你告诉你的同学，告诉你周边人，你都是基督徒吗？全数举手。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周边的人说你就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
那你应该是相信前面的，而且是全然的相信耶稣为我们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为怎么样？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才能够说，哎，我们真是个基督徒。可是呢，在这里，我最后我又问了他，我也很好奇，因为我觉得我常常有时候去走访不同的教会，我有时候会去做一个很像类似像试调一样我就觉得说，我很想了解年轻人你们对信仰这种东西是怎么样的看法。后来呢，我又问了他们下一个问题，我说呢，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来教会呢？哇，你知道吗？我说第一个是不是爸爸妈妈要求你？好，那有孩子说我爸是长老，我一定要来。那也有孩子说主日学老师啊，他说主日学老师有交代我要来。好，我说来交男女朋友，有人就笑得很腼腆哦。对呀，就是他就是要来交男女朋友的。好啊，那我说那有没有人是为了免费的爱夜来爱餐来的啊？有个孩子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告诉你，他爸爸每次准时11点就会来，然后吃完爱宴之后就回去。我说哇，真的吗？真的啊，里面有大概80%的人有这样子的肯定答案。我今天就是让各位去想一想，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为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答案是下一张答案的话 ，OK， 下一个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章节马太福音28章第1节跟第9节，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哎，奇怪，这个玛利亚7日的头一日，复活的那一日，你们来，那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拜他？如果他不把他当神，他会去拜他吗？他当然是来敬拜他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唯一一个答案，我们只有一个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你今天来就是来敬拜神的，只有一个答案，这是唯一的一个答案。如果你今天还有其他的答案，我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在这里？好，如果你的答案是下一章的话，好，你的答案你是来敬拜神的，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也要恭喜你，你找到人生的起跑点，那个才是正确的起跑点。圣经上只有2条路，一条路呢是大的路，一条是小的路。圣经上说，大的路找到的人多，而且走在里面、行走在上面的人多。可是小的路呢，他不是说走的人少哦，他说小的路呢，那个窄的路呢是找到的人少。今天我不知道你找到哪一条路，我希望你找到的是窄路，那条路可以让我们走向永生，那也是我们开始要奔跑的道路。所以今天你进来这里，要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在寻求上帝了，我不为其他任何一个理由。那我们来看保罗，他说，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人生的起跑点是什么。好，我做了一个很简单，因为我不喜欢把它复杂化，因为第一个你们不是神学生，第二个我觉得你可能自己可以去阅读一些查经的资料我只是很简单给他做一个介绍。其实呢，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是罗马公民。后来呢，因为他本身他爸爸是那个法利赛人，所以按照律法来讲，他是法利赛人，没有错。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坚持他犹太教的一些传统跟坚持。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好四处去压迫，然后去杀。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不义的事情，不蒙神悦纳的事情。可是后来有一次，他在要逼迫那个基督徒的路上，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上帝的大光光照了。你可以回去好好看圣经后来呢，他自己就说：“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愿意奉召成为使徒。”那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奔跑他的道路。OK， 好，那我们来看他一下他是怎么奔跑他的道路。好，我还是需要你们来帮我，因为我希望今天晚上你可以一直不断的来念圣经。来，他自己怎么说？保罗他自己对他自己做了一个说明来，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
亵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没有错，我们人生常常是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不明白的事情。那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一个希望之家。这个希望之家是怎么样的孩子在里面呢？我看到他们的脚上、身上全部都是刺青，全部都是，而且都是自己刺出来的。有个孩子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问他，我说，因为他们不能问太敏感的话，所以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事情吗？他说，你不要问我，你去问我弟弟啊，你弟弟也在这里吗？弟弟也在。我说弟弟也在，我说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他说我家里我爸爸妈妈都死了。然后我就说，那你是几岁进来的？他去年才15岁。他说我已经进来3、4年了。你觉得他是几年进去的？几岁进去的？而且跟2兄弟一起进去的。在那里进去的时候，那我说，那你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他说我还有一个妹妹，可是妹妹不跟我们一起住。我说那你妹妹，那她现在人在哪里？那个孩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神情是非常非常落寞的，他的身上充满了刺青，然后他最后他秀给我看他的双手完全全部都是自杀的痕迹，全部都是自残的痕迹，满满的，真的是数不完。有没有看过人家套那个橡皮筋啊？是从这边大概套了10公分有，就是一直这样割。为什么他心里那么痛苦啊？因为他真的是碰见就是让他没有办法遗忘的，真的。所以他用肉体的方式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没有办法改变。那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很痛，就是也很心痛。然后他说他妹妹在哪里？他妹妹是植物人。所以人生后来我是说，那你进来，我进来不要讲好了啦，我进来反正就是犯了一些反正法院就是把我送过来了嘛，就是这样子。我说你有机会的，我说你有机会，我说因为我们去也是传福音，我说只要你来，你愿意相信耶稣，上帝就是你的光，所以那他的遭遇是这样子，那我碰到那个孩子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人生的遭遇是什么？哇，这个一定要你们念。我觉得我们现在去传福音，有人是像保罗这样子的吗？有没有人像保罗这样子？我们念完我们就知道他有多惨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开始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难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好，请问一下，有谁被石头打过的？有谁被真的有人你是打架的时候被打吗？好，如果我们是真的是为福音的时候被石头砸中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感谢神，凡事要感谢。那有没有人是被鞭打的？看保罗，你看被鞭打5次，然后每一次都39下，还被棍打，还有遇传难。有没有谁去传个福音传得那么痛苦的？你们搞不好被人家打1次，你就说我可能怕了。我们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样生命？基督徒，我们现在生命是怎么样生命？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周边，我觉得我好痛苦我女朋友离开我，我男朋友不理我，我觉得我功课我很像考不上什么好学校，我觉得我很像很没有前途，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回家都是不想跟我讲话，我只要跟他讲话，他可能就是好算了，我还是忍下来好了，我不想讲了。
这个叫逼迫吗？这个叫为难吗？好，神说什么？在圣经上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行为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保罗为什么他说我遭遇那么多危难的时候，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想他是非常软弱的。我信主17年，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觉得我的很像都走到极致的时候，都走到尽头的时候，国小就常常我觉得我就常常想要自裁，我就想要结束我自己生命。这样的生命，我会觉得说啊，我的生命活着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我的世界很黑暗啊，我家里有10个兄弟姐妹啊，我是老七呀，啊，每次吃都吃不饱，没有人理你，没有人理你，你又乡下，又是乡下的地方，觉得很像生命很没有任何的光彩。那保罗是这个样子，我们传福音有到这样子的那个吗？有到这种情况吗？那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保罗为谁全力以赴呢？为了什么东西全力以赴啊？为谁？为什么全力以赴？他为什么？他在专心要等候什么？你们今天在这里，你们有没有想到说，我要为神全力以赴？也许你的生命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你没有办法想得到。我觉得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今天得着上帝的话多少，我相信你就应该活出上帝的话多少。我们今天领受多少，我们就要还给上帝多少。保罗专心在等候什么？他自己给我们答案哦。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是因为他说耶稣基督对我是如此的宝贵，其他都算不了什么的，算不了什么。这些鞭打又算得什么？我被抓去关又算得了什么？我差点命都丧了好几次，我算不了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有该夸的，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些话，我们一起来看，来，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有特别看到我那个吗 ？highlight 的地方吗？黄色的地方。你的生命，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怎么样叫认识？好，我有一次呢，就是有一次我有机会在分享的时候，我在讲台上分享，我就问了一个年轻人，然后那个年轻人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你认识你爸爸吗？”他说：“认识啊，我知道啊，他就是谁谁谁的某某某啊。”我说：“真的吗？这个叫认识吗？你知道他心里在讲什么吗？你在想什么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有一个孩子，他就很诚实哦，他就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而言是在家里很熟悉的一个陌生人。你们家里有没有对你而言是很熟悉的陌生人？很熟悉，可是你完全不了解他。你每天知道他的作息，你知道他的存在，可是你那个不叫认识他。”你只是知道他的存在。我们今天进到这里来，我们是不是只知道耶稣基督？你认为他是存在的，他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点缀而已，还是说你真的看重他？你把耶稣基督当成你可以可夸的，而且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他复活的大能，你晓得他，你现在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其实这个东西对你而言很像有点难度哈。我等一下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生命见证哈。好，保罗又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刚强了。我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信主17年，我常常处于软弱当中，可是我相信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刚强的，他使我得刚强。所以保罗呢，他为什么他说他受了那么多的患难，为什么他可以持续不断的向前走？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我说啊，我好苦哦，我苦了，你不要跟我讲话，我觉得我自己在搞自闭，我可能就不想出房间的，可是保罗保罗他说什么？他其实他是受了很多律法的一个，还有很好的学问。你仔细去看他的保罗的背景，他其实有非常非常高深的学问。他说他把他以前所学的万事全部都丢弃了，他只知道他生命当中他认识耶稣基督，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晓得他自己跟他一同受苦，然后呢效法他的死，就是与主的死联合，让我们有从信仰里面有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出去还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告诉你，我也要提醒你，我们生命哪一刻要结束，我们不知道，因为神说，我已经把斧头架在树根上，随时砍下，随时砍下，就放在火里烧了。你若不结果子，我就放在火里烧了。好，我讲一下我生命当中的因为我今天时间没有很多我生命当中第一次真的认识神，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在1993年我受洗，1994年的时候3月28号的时候，1993年的5月3号我受洗，后来我就每天祷告，我很单纯的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觉得信耶稣很好，可是我没有看见你，我不认识你，不然我说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好了。我真的每天这样子祷告，我非常的单纯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很无知，就这样夸口，我说神，不然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好了。我真的每天祷告。后来到隔年3月28号，1994年3月28号，我的大嫂被鬼附身。好，在这当中我不琢磨太多她被鬼附身，为什么我知道她被鬼附身？她在家里，她在房间，她有一张实木的书桌，她一个人可以举起来。她160公分高，然后体重大概50吧，很重的一个实木的桌子，她可以举起来。然后呢，她可以徒手把她房间装冷气的220伏特的电徒手把它扯开，没有事。她的嘴巴可以讲男人的话、女人的话、小孩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那在这当中呢，很多啦。然后后来我爸爸就请了乩童到家里赶鬼，他就说认为可以赶鬼，可是乩童他说我们没办法，钱算一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有一次我有机会，我就进了他房间，我就很简单的做个祷告，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身上的鬼出去。我就只有这样子，我完全不会祷告。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大嫂，她是坐在床上，她整个人就滑到地上，她整个人就倒在地上。那时候我自己说真的，我自己有一点震惊到。可是我知道，上帝说可以怎么样？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就这样子，在这当中经历了2个多月。那我要讲的，这只是当中一点点那我要讲的是有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有一次他在发作的时候，就是这一次他倒下去的时候，他对我说一句话。他很快速的爬起来他房间里面有我的兄弟姐妹，为什么？因为他平常他力气太大，他也不睡觉。这2个多礼拜他可以不睡觉你相信吗？他真的不睡觉然后呢，搞得我们真的是都是很累，而且要在房间里面看着他。然后在这当中，然后他就爬起来，爬起来之后，他第一句对我说什么话？他说：“你是谁？”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你的小姑啊，我是美惠。”他说：“他都死了快2000年了，你为什么要信他？”这个对我而言，我觉得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让我真的是知道我信的是真的神。为什么呢？1994年，你知道我们西元是以怎么样而设定的吗？耶稣，其实，在考古的话，有些书上是写说，往前再推3到5年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他都快死了2000年，你为什么要信他？这是第一个。
后来他在陆陆续续之后发作呢，那其实里面很多的故事，陆续之后发作呢，后来他有觉知了。那在这当中呢，他每一次他只要发作的时候，他开始就盘腿而坐，然后他就搞得自己就是开始手上就开始做那个莲花指啊，莲花指。然后我们一边祷告，他一边摇，然后可是到最后他会说：“不要再祷告了，我快死了。”然后后来，好，后来我有请牧师跟师母到家里去赶鬼。然后在这当中呢，有一次他晚上发作的时候，因为牧师跟师母有交代我，他说你该怎么样，不要跟他对话。然后之后呢，赶鬼之后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在他房间，我一本圣经，一本诗歌本，然后一个相信的心，一颗相信耶稣基督的心。我就在那里，我每天都这样子。有一次他发作的时候，我正在睡眠当中，我哥哥来敲我的门。后来我进到房间的时候，我发现他又盘腿而坐，然后又做起那个莲花指的那个动作。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现在在做什么？”他不理我他不理我，而且他的声音，他的那个语言，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然后第二次，我是非常非常的凶，我就凶他我说我马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做什么。后来他就对我说：“好。”他就把他莲花指放下了，他说：“好，我告诉你，我不是人啊。”他说：“我不是人，我是第三者。”后面的话也让我很震撼。他说：“你不要去救那些拜我的人，没有用的。”这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而且是在我初信的那一年。我觉得这个是我不断往前，我在跑这个道路，主的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直到这一刻后来陆陆续续，其实我生命当中一直陆陆续续经历上帝很多奇妙的神迹好，我简单的讲一下1995年的6月1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上帝很奇妙，我家其实是很穷的，可是我就是有机会，真的是借着祷告，上帝让我去美国念书。我那一年这个时候我在美国，后来之后我有休假的时间，我就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哥哥那时候已经吸毒了10年。我的生命历程，我大概13岁的时候，常常就要带我爸爸妈妈去警察局。我们家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那我能做的，就是等我认识神的时候，我只能为他祷告。在这当中呢，我常常写的书信，在信里面我告诉他说：“哥哥，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爱你，我也爱你。我相信神应该更爱你。”就这样子，不断的每天为他祷告，再从美国写信回去，然后告诉他怎么祷告，怎么样神爱你，你可以改变的，你相信你自己，而且更要相信神。很奇妙的，我在为他祷告将近3个月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跟我讲说：“你哥哥的毒戒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门里面。他说你不要给我开门。”他就这样将近10天，他就戒毒。戒毒之后呢，他就从此再也没有再吸毒，直到他2003年的时候过世。这是上帝的奇妙。那之后的2003年7月15号，这一天我的儿子4岁多。有一天呢，他是从厨房里面传出一个尖叫声，然后我马上就从房间冲出来，妈妈对不起，4岁多，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我爱你，我不是故意的。他就跑来抱着我的腿，然后他就在我身上磨蹭，磨了之后，我看到一个透明的东西掉下去，什么？他的右眼被剪刀刺了，然后他掉下来是眼角膜。然后等他头抬起来的时候，我更是昏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虹膜，你知道吗？瞳孔旁边就是虹膜那一圈，它是受光的虹膜呢就流出来，整个都流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点是蛮大的点。然后我就很急，然后我也昏了。可是我当中，我看见我的孩子是怎么祷告：主耶稣，我相信你是我的光；主耶稣，我相信我的眼睛的伤口可以经由你自己现在医治，我的眼睛没有事情。那在这当中，我记得我自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恳求你大能的手来托住他的伤口。就这样辗转的，我们就到了地方医院，没有办法处理，就到了台大医院，然后24小时以内一定要开刀。那在这个门诊当中呢，台大的医师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的孩子非常的严重，
可是很奇怪，他的伤口是 V 字形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的虹膜，照理他伤口很大，他会流光。他说感觉有一个东西拖住了他，让他不流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祷告。如果你今天你进来，你真的是要全然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要不断的去祷告。我们相信我们信的是真神。就在12月16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2006年12月16号，我在马祖。这个马祖呢很特别，我接了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家，就在急诊室。急诊室做什么？弟弟打电话，我一个大弟弟打电话给我说，那个二弟已经在急诊室里面，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姐姐，你为他祷告吧。我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只能哭求上帝。我说：神啊，我相信的乃是你的大能，不是因着人的话。医生的话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如果你今天你愿意怜悯他的时候，我相信你掌管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我相信今天他要得以复活。我就这样子祷告。隔了一天我自己很心急，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再联系。然后他就医生说看看，让我就是在禁食祷告当中。然后后来电话来了，可是医生说现在救回来了。我弟弟说医生救回来了，医生说救回来了。可是救回来，他说因为他心跳、呼吸都有停止的状况，他脑部有缺氧，而且缺氧好几分钟，状况应该不会太好。然后后来还是持续祷告，持续祷告，持续呼求神。再过一天，我再打电话给我姐姐，我姐姐接的。她说：“很奇怪耶，为什么祷告上帝听祷告吗？你的上帝有那么奇妙吗？上帝听祷告吗？”她说：“二弟没有事情了，他起来的时候完全是正常的一个人。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就像保罗说，他认识他并知道他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你的看法、你的眼光会不一样。你是全然的相信，我相信，所以上帝成就。4月5号，2009年的4月5号，这个也是非常奇妙。我那时候人在马祖，有个姐妹，她的先生打电话给我先生，她说她的姐妹瘫痪，在南部，她大医院都跑过了，她都没有办法。然后她说，我们可不可以为她祷告？后来我就在马祖那边，就是因为她肺部以下没有办法动，然后就是她身体下半肢都没有办法动，可是她可以接电话，可是她只有讲话非常的喘。在这当中，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当中就不断的为她祷告。然后后来我们在马祖的时候，第一次4月5号我们接到电话的2个礼拜之后，我先生有一次从马祖然后休假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医院看他。他转到台北去，他瘫痪了大概将近1个多月。你知道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吗？我先生去看他的时候，他是拄着拐杖在床边走路。这是上帝的大能。如果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都相信的话，你会经历的上帝奇妙的大能。他的大能从哪里来？从他的话语而来。耶稣说：“我所说的话乃是灵，我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神的话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所以那个姐妹很奇妙的，在2009年的7月，我先生第2次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已经回家休养，8月去上班。8月的时候，她去上班。她在台南的环保署的一个环保科科长，环保局，对不起。然后呢，7月16号，这个7月16号呢，就是去年的事情哦。其实我常年，我从小只要升旗典礼的时候，我一定是昏倒的，很奇怪。后来老师给我一个特权，就是我不用出去升旗，我只要站在走廊。然后呢，我只要出去，只要那个校长讲话太久，我一定是倒的那个，我一定是被抬进去的那个。然后呢，常常是这样。然后到国中，然后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高中我只要去跟人家挤火车，我每天通勤，然后挤火车，我一定是倒在车厢里面，你相信吗？我就是这种人啊，我的身体就是那么不好。然后我去马祖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以前怀孕的时候，我竟然走到那个马路上，我去逛街，我去逛街去买菜而已，我可以直接就倒在地上了。
我就是这样，我马上随时而来，我就是这样子，而且莫名其妙的昏眩，我不知道。然后我在马祖的时候，我可以开车开到休克，而且不止一次哦，开车开到休克，你相信吗？可是我命还在这，我还保全着哈，我还保全的，我的身体是这个样的身体啊。7月16号，好，那时候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哈，我先前在祷告会里面分享过。可是7月16号的时候，我特别跟上帝讲说，上帝7月20号我要去台省考试了。我说上帝，我这种烂身体，你怎么看顾啊？我不是在责怪你，上帝，我的身体真的很不好啊。我那一天，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不断的哭求他。我说上帝，我已经看见你的呼召，我已经看见了一切你所要给我的，你自己来照顾我的身体，来医治我的身体。你知道很奇妙的那一天，我隔天的时候，因为我有习惯在家里我是不穿鞋子的哈，然后我就在家里煮菜煮一煮，我都突然发现我自己的觉得很怪，奇怪，我的脚底怎么有暖暖的，有一股热流，你知道吗？就觉得是脚底，而且都是在右脚底。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因为第一次发现的时候都很讶异啊，就奇怪我是生了什么病吗？然后后来我就把我的脚踩在一个地方，然后它不是一直来哦，它是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又来，消失一段时间又来，然后陆陆续续的。有时候当天他可能来2、3次，就这样就结束了。那时候我发现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说：“等一下，你赶快过来，我脚上有一股热流，来，我踩这个地板哈，我踩完之后，你赶快来踩我踩过的地方，你赶快来试一下。”嘿，我就叫我们家的我儿子跟我先生过来，他说：“真的耶，真的耶。”可是我不知道，可是我告诉你，我从那一刻起，我的身体好了。那这个热流呢，有时候随时都有。甚至到今天还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上帝就是那么奇妙，我真的无法跟你解释。如果上帝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就不是上帝了。有时候我的那个脚上的热流呢，有时候是半个月来，很像女生生理期吗？不是的哈，真的是很奇妙哎，就是这么奇妙。然后我7月6号我要特别讲一下哈，这个我为什么把日期一直往前调呢？其实我是做过挑选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上帝是活的上帝，他是不断在更新的。上帝说什么？在圣经上说什么？他的道是活泼的道。那在英文人活泼就是什么 ？living， 是不断的，是活的，是现在存在，以前存在，昔在，今在，永在。7月6号的时候，我在讨小的时候，那时候木轩有在这吗？好，木轩跟那个什么怡珍可以见证哈。我现在讲的话，他们2个可以见证哈。那时候很奇妙，木轩他身上背了一个小女生，他说美惠姐，我经过的时候，美惠姐，我说他怎么了？他说他身上热滚滚的，应该是发烧。后来确实我去摸他，真的非常烫。后来我跟他讲，他本来想要背他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我跟他讲说在门口风比较凉快，就在那里。后来怡珍也过来了，后来我们就请怡珍去拿那个体温计，好3、5分钟的时间嘛，到操场那边那个司令台那边再拿个那个体温计回来也大概3、5分钟。可是，在他们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跟那个小女生在一起，我就问她，我说妹妹，阿姨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她说什么是祷告啊？我说祷告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他愿意的话，他会按着他的旨意，把你的身体都医好，让你不会觉得不舒服。我说，那你愿意相信吗？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可以。那在这当中，我只为他做了一个祷告，很简短的祷告。我说神啊，我相信这一刻你要得着这个孩子的灵魂，在这里。他要从心里面认识你，主恳求你怜悯他，让他的烧退的，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彼得的岳母，他的烧这样子退的一样，就这样子很简单的祷告。等怡珍过来的时候呢，怡珍后来她量了她自己的体温36.6度，那个小女生呢，我们量她36.1度。上帝是奇妙的，我今天跟各位讲的都是我生命当中都经历的。不是叫你们去追求这个很像很玄的那个神迹，不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
我要告诉你的是说，我们奔跑神的这条路，我们唯有自己，你去认识神，你去经历他的大能的时候，你会完完全全的因着单纯的相信，以至于越来越相信。我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圣经上就是这样子讲的。那你也不用怕，说你今天跟我讲的又是赶鬼又是怎么样，吓死我了，对不对？你生命不用经历这个啦，哈，每个人的生命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可是我确实是这样。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下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主里没有惧怕的哈，我今天给各位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很奇妙，这个绝对不是哪里抄来的。我跟你讲，祷告的时候自然它就来了哈。我希望你们，我们奔跑的时候就是做这个5个动作。我们要先认识上帝，我们自然就会有行动。如果今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话，我们跟你讲，真的，我们只能处在原来的位置，永远都是在踏步。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没有办法去赶，没有办法去跑、跳、碰，这全部都是动作。你的生命一定要有动作，一定要有付上自己的代价哈，自己也要去主动去行动。我们要追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追求认识神。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我们赶是赶什么？来确认赶路的方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在奔跑的时候，你要记得啊，你跑的是什么路啊？大的路吗？宽的路吗？还是你要准备去找那个窄的路，找到永生的路？你随时不断的在调整，随时不断的在警醒自己，找到什么路？我们要跑要怎么跑？来努力奋跑向前。来，金姐，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今天我们必须要努力。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是停滞的生命，不是你今天进了教会你就说我得着耶稣基督，我得到福音，我要努力。你没有努力的话，神也不会给你生命的冠冕。好，跳是什么？来，跳跃欢欣服侍。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服侍上帝，不要觉得我是被迫的，我是有责任的。如果你今天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必须是欢喜的，因为神说我悦纳那个甘心乐意的祭。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在神面前？还是说我今天被分到我是小组，我是敬拜团，我是怎么样，我一定要来？你知道吗？我还有更急的事情要做。如果你今天你没有把说神我尊主为大，我把时间都分别为圣给你的时候，我们生命真的确实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哈。来碰见寻得赏赐。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没有错哈，我们努力就是为了得到最后的，可是它不是全然，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哈，我们必须要追求神，我们就必须要遵他的诫命。好，最后一句的保罗最后又说了哈，这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哈，我们要不断的警醒。来，一起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你不断来宣告。主耶稣，我们要靠着你不断来奔跑。主耶稣，我们要真的是要做到。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是从你而来的力量。主，帮助我们也可以得着你属天的不管是智慧还是你属天的奖赏。主耶稣，我们相信，主，我们唯有真的是自己全然的相信，全然的认识你的时候，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才有机会有资格来奔跑。主耶稣，我们帮助我们，主，真的是在我们生命的终了，主，真的是能够真的是得着你所应许的，我们要得着那永不朽的生命的冠冕。主耶稣，我们恳求你自己特别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主耶稣，帮助我们今天所得着所领受的，
主，我们要带更多的人到你面前来，主告诉他们，主，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主耶稣，我们所信的神是极有复活大能的神，主耶稣，唯有你自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预备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相信，主，我们生命要不断的为你奔跑。主耶稣，恳求你来看顾我们的脚步，帮助我们不失跌，帮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主能够不断的再爬起来，再向前，不断的奔跑，不断的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来努力。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一切的救恩，主，我们为着这样的一切，主，我们献上感谢，帮助我们白白的得来，也愿意白白的舍去。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